大罢免后礼拜7月2日要登票，支持者和反对者归心在催票。民众党超工伫咧民进党党部头前造势，展现拿白合的气势。那民进党是以罢免团体为主，罢免徐巧芯这案的代表人周兴成，都和立营议员做伙办造势，全力要催罢免的同意票。7月26，不同意罢免。国议选伫民进党中党部前造势，民众党举办民主起义活动，不过将呼吁就支持者反罢免，向民进党的专制独裁讲唔。前党主席郭文铁的家后陈培基伫面册讲到，若罢免成功，郭文铁永远袂互人放出来。佮伫现场头一摆表态反对罢免。正常选出来的一个立委，为什么在议事跟你不合的时候，你就要把他们罢免掉？所以我反对这一种罢免的这种恶罢。希望能够我们的司法单位能够让柯文哲主席能够行使他的公民权能够让他出来投下他神圣的一票。包括徐巧芯在内的台北市5个面临罢免的拿委嘛到场，展现拿白合气势，共同呼吁投无同意票。另外一边罢免徐巧芯领衔人周兴成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嘛举办台北同意罢第2场大造势。可是今天的国民党立委完全不管这些，只要傅崐萁一声令下，不管法案是什么内容，看都不看，他们冲过3审。这个对我们台湾是不得了的伤害。头一步立委罢免案投票倒算，那立拢检判中央的选民投票率可能无悬。双方希望伫动员退票的同时，也会当催出中央选民的票。立赢也是以罢团为主体的路线。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就到新北，听罢免拿委廖先祥的团体，佮考试前一天拿赢伫台中举办的佮爱我一届反罢免暗会。恐怖爱人不值得再爱一次，更不用讲说他们是伤害，在伤害爱人，在伤害这个大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诉求，理性的一个民众应该很难接受。台北市5位国民党立委都非常的优秀，我们希望大家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台北市长蒋万安赶场陪拿委王宏维、李干寿扫街，中共前董事长赵少康嘛到新竹市陪拿委田正乾、市长高虹安到街路开讲，呼吁选民出来投无同意票。即马比的就是投票率，罢免方甲反罢方拢把案黄金9万互相拼场。记者采访报道。